各位來賓、各位主內嘅牧者、弟兄姊妹平安。我係金亮，我係嚟自潮州宣道堂嘅弟兄，咁好高興咧，今日能夠為大家一齊嚟主持呢個咁有意思嘅慶典，大家一齊透過今日去數算神嘅恩典。感謝主佢嘅供應，佢嘅恩典。愛心工程咧由1985年咧係正式成立，至今咧已經有40個年頭啦。愛心工程愛同行40年感恩慶典正式開始。喺掌聲嘅加持之下咧，下邊我哋用詩歌去讚美我哋呢一位咁有恩典嘅上帝，好嘛？將時間交俾潮州堂嘅敬拜隊，唔該晒咁多位。弟兄姊妹平安。下邊咧，我哋會一齊唱一首咧有翻咁上下年代嘅詩歌啦。我哋一齊嚟唱呢首讚美嘅詩歌。如果你身體許可咧，可以請大家一齊起立，我哋一齊嚟唱呢首讚美嘅詩歌，好嗎？同聲開口讚美我哋嘅神，好嗎？上帝真係有豐富恩典，佢話喺聖經裏邊咁講，佢話佢求佢咧按住佢豐盛嘅榮耀，藉住佢嘅靈，叫我哋嘅心裏嘅力量剛強起嚟，使基督咧因你哋嘅信住喺你哋心裏邊，叫你哋嘅愛心有根有基，並且咧可以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嘅愛係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愛係過於人所能測度嘅，便叫神一切所充滿嘅充滿咗你哋。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嘅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嘅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我哋多謝上帝，多謝上帝，佢叫我哋可以憑着信心去領取上帝豐盛嘅應許。我哋一齊嚟唱下邊首詩歌。神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
着信心離去，你恩典永不自息，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榮耀全都歸於你。你恩典保守你所愛的，你護庇永遠不離不棄，你將我囚於你裡風氣，放我在你的手心，我憑着信心離去你豐盛的應許，世界也不能奪去這美好的旨意，我憑着信心離去，你恩典永不自息，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榮耀全都歸於你。我憑着信心領取，我憑着信心離去你豐盛的應許，世界也不能奪去這美好的旨意，我憑着信心離去，你恩典永不自息，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榮耀全都歸於你。看見美好應許，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榮耀全都歸於你。感謝主，我哋一齊嚟祈禱好嗎？上帝多謝你，你聖經嘅話語話，我哋要讚美耶和華。我嘅心啊，你要讚美耶和華。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嘅時候要歌頌我哋嘅上帝。聖經話你唔好依靠君王，唔好依靠世人，因為佢一點都不能幫助。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嘅萬物，佢守誠實直到永遠。佢為受屈嘅伸冤，賜食物與飢餓嘅人。耶和華釋放被囚嘅，耶和華開了瞎子嘅眼睛，耶和華扶起被壓下嘅人。耶和華喜愛義人，耶和華保護寄居嘅，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嘅道路彎曲。耶和華要作王，直到永遠。你嘅上帝要作王，直到萬代。我哋要讚美神，主啊，多謝你。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聖名祈求，阿們。請弟兄姊妹可以請坐。唔該晒潮州堂嘅敬拜隊，請就座。在這美麗的日子，我們相聚在一起。通常我哋相聚在一起咧，都會做啲好得意嘅事嘅，就係睇下咧我以前咧曾經都瘦過啊，呢啲咁樣嘅事情嚇。一陣間我哋就會一齊睇下啲相，睇下過去呢40年裏邊咧，愛心工程咧到底係做過啲乜嘢。我哋可能會發現到一啲好熟悉嘅面孔，而家個樣可能變咗，但係當年嘅佢到底係點嘅樣咧？好嘛，我哋一齊嚟分享啲咁有趣，亦都咁有意思嘅點滴。好，我哋去片。20世紀80年代初，唔少內地新移民嚟到澳門，家庭艱難到連細路仔學費都難以負擔。藍恩文牧師促成宣道堂同埋香港福音自傳會合作，成立宣道堂助學金部，呢個就係愛心工程嘅前身啦。單喺10年多嘅時間，就資助咗澳門本地超過3000名嘅學生。1985年，愛心工程正式成立。40年嚟，總投入超過1.3億澳門元，將愛心撒向多個領域。從1985年開始資助內地失學兒童，到如今已經累計幫助超過6萬名小學生、中學生同埋大學生重返校園。最初由外地醫護人員組織醫療隊，
帶住二手醫療設備走進內地，既為當地民眾睇病做手術，亦都為當地醫護人員開展培訓。2008年起，更動員本澳醫護成立愛心醫療隊，深耕內地慈惠，共建約200幾間診所，資助300多名貧困病人睇病，仲為2萬多個學生體檢同埋教佢哋衛生知識。1999年，關注湖南麻風村，幫助咗38位病患。2008年又為佢哋建咗6棟嘅新房子。呢份嘅關懷一直堅持咗20年。愛心工程已曾幫助多個地方嘅災區，面對重大嘅災情，更係好快速咁行動。例如1998年湖北、湖南水災、南亞海嘯，2008年汶川地震裏面都係第一時間去響應，籌集咗3000萬澳門元嘅救災物資同埋資金，全力幫助災區重建家園。喺廣西、雲南等山區，我哋興建咗大約有500間學校，同時仲資助代課老師嘅生活費，贈送舊衣服同埋新鞋，仲推動移民村建設、飲水工程等等嘅項目，將幫助落實到每一個需要嘅地方。2001年組織愛心之旅，帶住關懷走進廣西、雲南、廣東河縣、興寧以及湖北、湖南等地探訪，累計出隊超過100次，讓大家親身感受到施比受更為有福。2013年起喺內地開辦食物銀行，定期為800戶困難家庭送生活物資，幫佢哋減輕負擔。1998年起陸續建咗29間養老院，關心照顧400多名嘅孤寡老人，讓佢哋能夠安享晚年。2016年設立牧愛基金，專門資助香港旺角宣道堂嘅基層社區服務。2020年設立惠愛基金，幫助澳門近40個特遇困境嘅家庭渡過難關。2021年建立咗關懷弱勢嘅機制，喺港澳台累計幫助近1400戶家庭，用小事傳遞溫暖。最初靠海外資助，漸漸有教會嘅弟兄姊妹奉獻，亦都有唔同地區嘅熱心人士捐助本會。1999年起辦步行籌款，一辦就辦咗21年啦，超過2萬人次參加，籌到超過1100萬澳門元。再加上愛心之旅、各類嘅義賣同埋專項基金，讓到愛心款項源源不斷。新增港澳 SEN 同行計劃，幫助有特殊教育需求嘅家庭，招募義工優化慈惠工作，仲設有圍爐煮茶交流平台，想將更多有愛心嘅人凝聚喺一齊，一起探討如何更好咁關懷呢個社區。現在愛心工程已經走過40年嘅里程碑，呢一份嘅成績歸功於每一位參與者嘅付出。未來期待繼續同大家一齊將呢份愛一直傳落去，溫暖更多有需要嘅人。有冇見到啲好熟悉嘅面孔喺裏邊咧？無論而家同以前相比，個樣變成點樣，身材變成呢啲都唔係重點，重點係讓上帝真係幫助我哋，佢喺我哋心裏邊點燃嘅嗰個愛心，我哋嗰個真實愛神、愛人與人同行嘅呢個心咧，我哋一路堅持住、持守住上帝喺我哋心裏邊嘅嗰個感動，好嗎？盼望頭先嘅點點滴滴呢啲相片能夠點燃到大家心裏邊呢個熱情。咁下邊呢個時間呢，我哋會有請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區牧及愛心工程主席藍忠廣牧師為我哋致辭。我哋有請藍牧師。或者我哋一齊俾掌聲上帝好嗎？我諗宣道堂嘅弟兄姊妹一定會記得。一陣間我要求大家一齊讀一段聖經，喺我哋嘅會份，我一齊背一次得唔得？
預備嚟咯嚇，好，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我知道大家一定記埋撒迦利書16節嘅背慣咗，每一次崇拜都嚇。但我諗呢句話係我哋宣道堂嘅弟兄姊妹一定唔會忘記，亦都不能忘記一段聖經。呢段聖經代表住所有嘅事工開展咧，唔係我哋嘅能力才華同埋我哋嘅智慧，亦都唔係因為錢嘅問題，而係因為咧神佢自己親自要成就，超過我哋所想所求嘅。40年咧，你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啊？咁啊，感謝主。當我哋開始呢個愛心工程，或者係話咧愛心工程嘅前身叫澳門宣道堂嘅助學金部啊，我諗咧香港佢哋福音自傳會或者係呢一個嘅中華傳道會咧，佢哋係最有資格同我哋分享，因為一陣間咧陳牧師都會有一段時間可以同我哋勸勉。如果冇咗佢哋嚟咧，當然啦，我哋唔能夠講話嗰啲人咁巴閉，我相信都係神特別揀咗佢哋，使佢哋咧同我哋呢個喺澳門當年咧，連自己飼養都有問題嘅教會嚟到合作。睇嚟應該冇乜希望啦。我哋間教會連自己啲傳道人同工都未啦，即係掹掹緊，想養自己都有困難，仲做慈善扶貧工作咁樣。咁有時覺得幾搞笑嚇，你搞掂自己先啦。但係好奇妙，當時咧嘅領袖就好有遠見，佢知道咧。神設立教會喺地上咧，唔係純粹想養一間教會，叫我哋有啲傳道人，然之後牧養一班信徒，然之後咧安安樂樂咧就過完我哋幾十年嘅所謂傳道人生啦。佢知道上帝呼召咗基督徒集合喺一齊咧，係有佢嘅目的嘅。咁我希望我哋在座每一位，你都知道原來上帝揀咗我哋係有佢嘅原因嘅，因為聖經裏面講得好清楚嘅，佢要求每一個屬神嘅兒女啊，成為光同埋鹽啊。光咧就要有人睇見嘅，唔係特登叫人睇，係真係會睇得見嘅。鹽咧係有味道嘅，即係話佢會有感染力同埋有影響力嘅。所以感謝神喺呢幾十年裏邊，雖然咧應該係叫做步步行都難噶啦，但係神嘅豐富供應咧係超過我哋所想所求嘅。而且咧，我哋唔係咧，因為我哋今日話我哋可以自己搞掂啊，而好開心，而係只不過呢個新嘅開始啫。我都感謝神咧，中華傳道會喺過去開頭我哋建立呢個愛心工程嘅時候，其實係可以話一個好無償啊、好無私嘅奉獻。我哋咧能夠可以得到佢哋嘅支持，開展咗呢個工作。但係感謝神，神又使我哋自己澳門本土嘅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起嚟咧，承接住呢件事工。我諗如果你話，我相信喺香港嘅弟兄姊妹最開心嘅係呢件事。呢件事就係因為我哋唔係一直依賴住一啲嘅經濟支援而做一個事工，而係我哋自己產生咗一個好奇妙本土化，而且咧拓展到海外嘅事工。呢個係要將一切嘅榮耀歸俾神嘅。咁其實如果我哋講 CNEC 同我哋嘅合作咧，好多都係咁。我記得佢哋嗰陣時仲有英文班嘅老師嚟澳門啊。我諗陳牧師應該都知道呢啲事嚇。當年你哋嚟澳門做完開始咗美國英文老師嚟澳門嘅英文班之後咧，我哋澳門就產生咗我哋暑期嘅福音興趣班啊！嗰陣時最多幾千人嚟上我哋興趣班嘅活動嘅，直到今日咧你可以去我哋任何一間教會睇下，其實佢哋仲做緊嘅喎，即係話呢個福音嘅種子，一個福音嘅事工嘅行動開始，唔係依靠呢個勢力才能同埋錢財，而係因為神嘅呼召，叫我哋同心合意開展咗之後，原來佢一度會發展。咁感謝神，今日咧40週年，係一個咧我哋見證住弟兄姊妹同心帶嚟嘅結果。當然40年好快就過咗啦。但係感謝神，我相信咧呢個只係正式我哋進入去神為我哋預備嘅爭戰嘅最大嘅開始。因為咧，我相信40年咧亦應該係一個成熟嘅時間。亦都希望讓我哋愛心工程喺未來嘅呢幾十年嘅當中，繼續拓展住上帝俾我哋本來係白白領受嘅恩典。未來咧，我哋希望亦都能夠成為一個白白施予，去幫助更多唔同嘅教會喺唔同嘅地方，能夠使佢哋可以喺呢個慈善工作當中，讓人實質感受到基督嘅愛嘅裏邊咧，能夠成為我哋嘅同行者。願主賜福大家，亦都希望咧我哋宣道堂嘅弟兄姊妹，今日咧又感謝主，有其他澳門教會嘅弟兄姊妹喺當中，讓我哋唔單止話所謂承接咗個火啊，應該我哋咧就係一同喺主嘅面前，能夠透過我哋
集合咗信徒喺教會裏邊，而產生一種主俾我哋嘅影響力，進到去社區當中咧，成為福音美好嘅見證，係帶住無條件嘅愛咧，帶到嗰啲有需要嘅人群當中，使人得到幫助。感謝神今日咧，亦都有唔單止喺我哋當中有我哋澳門嘅弟兄姊妹，亦都香港 CNEC 嘅咁啊，淑娟喺我度。首先應該有少少我哋修正下，牧愛基金咧就唔係澳門成立嘅，喺香港成立咗。不過咧，我哋係成立個專項係支持牧愛基金啫嚇。咁啊，頭先我可能有少少修正先得。咁啊，要感謝主中間喺我哋當中嚟到去長期咧對我哋教會嘅支持。咁啊點解今日搞高 Sir 坐喺度咧？因為佢哋係成立咗個，雖然都係宣道堂，叫做宣道堂柔道會。咁咧嗱，我都覺得呢個係當然我哋啲團契好多嘅唔同嘅團契，我哋都有支持嘅。咁啊，點解特登揾咗佢出嚟咧？即係有原因嘅嚇。咁啊，原因好簡單嘅啫。呢啲長期咧，雖然佢唔係我哋教會嘅團契喎，但係咧佢動員咗好多唔同嘅弟兄姊妹、唔同嘅人啊。就算嗰啲未信主嘅人，佢哋要知道我哋咧喺教會裏邊所做嘅係好實際咧，幫助到嗰啲有需要困難嘅人，無論喺中國大陸又好，喺澳門又好，喺香港都好。咁我相信佢哋咧亦都可以讓更多嘅人去明白，原來基督愛咧就唔係局限喺教會裏邊嘅，亦都應該係帶出喺成個社群嘅當中。願主賜福大家，亦都希望咧呢個愛心工程嘅事工能夠成為唔單止係教會裏邊就透過教會嚟到祝福社區社會嘅一個工具。願主賜平安，亦都使我哋能夠同心合意喺度興旺主嘅道。多謝大家。多謝鐘果牧師，請就座。喺1985年嘅時候咧，藍欽文牧師咧喺國內咧就建立咗一啲關心當地嘅一啲嘅扶貧項目啦，同埋支持當地教會嘅工作。由此咧一步一步咧，亦都令到愛心工程咧能夠成立起上嚟嘅。咁其實當年咧，正如頭先鐘果牧師所講啊，其實本會嘅信徒人數唔多嘅，教會咧亦都發展直堂啊。咁因此就同香港嘅福音機構香港福音自傳會咧，即係 CNEC 啦，嚟到有一個合作嘅。由當時到而家，我哋有好長期嘅合作伙伴嘅關係。咁好高興咧，好感恩。喺我哋愛心工程40週年嘅大日子裏邊咧，香港福音自傳會嘅各位嘅董事、長老、牧者同埋同工咧，亦都抽空咧嚟到我哋嘅當中，同我哋一齊數算主恩。我哋再一次用掌聲去多謝佢哋話，咁多謝曬咁多位。咁同時咧，我哋都好榮幸邀請到咧香港福音自傳會董事會主席陳劍光牧師咧嚟到我哋當中致辭嘅，有請陳牧師。藍牧師、各位主內嘅同工、各位主內嘅兄姊、各位嘉賓，我入到嚟嘅時候睇到頭先嗰段嘅片段，我心裏邊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感觸，就係我記翻起喺福音書裏邊講到耶穌嘅生平，佢同人講係不單止係上帝愛世人，更加就係每一次佢遇到人有需要嘅時候，無論係肚餓嘅佢俾佢飽食，有疾病嘅佢俾佢醫治，有灰心喪志嘅俾佢鼓勵，有啲邊緣人士俾到佢有生命嘅尊嚴。我睇得到我哋基督教嘅精神，我哋話神愛世人，不單止係以言興教，更加係以行嚟到去見證正呢個教。咁呢個完美嘅結合，我就喺今日澳門宣道堂特別愛心工程嗰度，係一個美麗嘅結合嚟嘅。呢個就係福音，呢個就係藍牧師你哋同工所一直做嘅，就係一個整全嘅福音。喺呢度喺上帝面前，我深深咁向你哋致敬，同埋心裏邊好受你哋嘅呢種嘅整全福音嘅精神，嚟到係大大咁激勵咗我自己。多謝你哋。喺38年前，我加入中華傳道會。福音自傳會咧，同福音中華傳道會其實個名稱嘅分別都係 CNEC。福音自傳會咧就係我哋國際總會後來改嘅名字嚟嘅。咁一直係喺香港裏邊咧，我哋沿用翻係越傳統嘅名，就係中華傳道會。因為一去到福音自傳會咧，我哋可以跨越咗中華地域啦嘛，就可以去到普世各地啦。咁為咗方便起見，總會就改咗係福音自傳會嘅啫。咁兩者係即係大家其實都係喺主內同一班人嚟嘅。咁喺38年前，當我加入中華傳道會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加入中心堂。中心堂裏邊有班嘅同工咧，佢哋就同我講：我哋有好多扶貧助學計劃喺澳門嗰度㗎。
咁我話係咩？原來嗰時嗰啲范生范太嗰度老一輩啦，佢哋專係做呢啲嘢㗎。跟住我加入咗冇幾耐嘅時候，突然之間中心台去到搞短宣，我去邊啊？去澳門啦，梗係澳門啦。咁啊成扎拉隊20-30人去咗澳門啦。當時仲要坐嗰啲大船嘅，即係唔係而家咁快脆嘅？大家明白咩叫大船啊？通宵大船嘅嚇。咁就去，咁我哋啲弟兄姊妹去，翻嚟個個好開心，好興奮。佢哋話佢哋得到鼓勵。咁原來我哋早年嘅時候咧，係經過即係香港啲同工開始啦，就將一個我哋係被幫助過嘅扶貧助學計劃嚟到再拓展出去。因為早在1950年代初期嘅時候，當中華傳道會喺內地遷去香港嘅時候咧，首先咧就係我哋有除咗教會之外，就係做扶貧助學計劃嘅，係美國嘅弟兄姊妹嗰個我哋叫做sponsor SOC sponsor a child 呢個計劃喺香港裏邊推行咗係有成超過10年㗎啦。咁亦都係推到去台灣，因為咁台灣有好多人都有幫助，咁開始推去澳門㗎啦。咁喺到香港大概8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香港經濟已經係去到一個水平咧，係政府打入好多嘅資助，我哋再唔需要做㗎啦。咁同工有遠見就去其他地方，咁其中係85年嘅時候咧，係澳門嗰陣時，澳門好難做，因為咧要有心有魄力嘅牧長，睇到冇人做過嘢去做，就係林恩文牧師，我哋好尊敬佢嘅。佢係有呢個魄力，有呢個心，同埋最緊要佢係對呢個整全福音係全面嘅掌握，唔單止係口講，要行動。咁嗰陣時開始就做咗呢個配合嘅。咁係如是者有一段時期咧，係有好多嘅嗰陣時嘅我哋叫 SAC 就經過香港亦都係主要係美國方面支持，就透過澳門你哋宣道堂嘅愛心工程嚟到唔單止喺澳門啦，後來展開到內地，咁再係唔單止扶貧，再展開到去診所，好多方面嘅事工，睇得到上帝工程係實在奇妙。正如頭先藍牧師你哋會份講到，我哋唔係兵唔係馬，我哋係靠耶和華嘅靈先係方能其事嘅。咁今日俾我睇得見呢句經文嘅就係應驗咗出嚟喺我眼前。喺呢度我哋非常之，我哋一班嘅香港中華傳道會嘅董事同工係感覺到非常之榮幸，因為我哋嘅前輩喺早年嘅時候可以有呢個機會喺上帝工程裏邊同藍牧師同你哋一齊有一個合作嘅空間，使到我哋喺呢度見得到呢個成果嘅時候，喺上帝恩典之下嘅美麗嘅結果，我哋有少少沾光，咁覺得非常之不配，但係好興奮，亦都好感恩。原來我哋少少嗰陣時做嗰啲嘢咧，只要係願意睇到機會，有心有放膽去靠上帝恩典去做嘅時候，上帝一定有佢自己奇妙嘅作為。我盼望以後嘅日子裏邊，亦都係深深嘅我哋嘅為你喺祈禱當中，我哋整個中華傳道嘅東亞教區都係喺背後希望係你哋嘅事工能夠喺上帝恩典之下繼續發展落去，唔單止係喺而家係澳門啦、香港啦、喺台灣啦、內地啦，去到更廣遠嘅地方。以至我哋後來個總會裏邊改咗係叫做係福音自傳會嘅時候，希望呢一步走出我哋中華嘅地方，去到更遠嘅人都可以，因為我哋喺上帝面前，好似藍牧師而家你哋嘅領導藍牧師咁，喺同埋一班忠心嘅同工，可以繼續將主嘅福音係使到更多嘅人得到佢嘅好處。多謝你哋，亦都感謝上帝。多謝晒陳牧師，請就座。愛心工程至今咧就走過咗40年啦，咁到底未來會有點樣嘅方向，會有點樣嘅展望，會有點樣嘅行動出嚟呢？下邊我哋有請愛心工程嘅總幹事施珍珍傳道為我哋分享未來嘅事工同埋展望嘅。唔該，施珍珍傳道。各位親愛嘅牧者、來賓、長期關心同埋支持愛心工程嘅教會事工嘅夥伴、弟兄姊妹、朋友們，以及今日都有第一次參與嘅新朋友同埋機構嘅代表，大家好。咁今日呢，我懷住感恩啦同埋盼望嘅心情，同大家分享愛心工程未來嘅方向。回顧過去40年啦，藍恩文牧師教導我哋，看見需要就要行動。佢深信，若果是係出於上帝嘅心意，佢必定會親自供應同埋成就。但牧師都特別提醒佢所做嘅，我哋唔好再做啦。
點解呢？因為每一個時代嘅挑戰同埋處境都唔同啊！我哋需要用新嘅眼光去回應時代嘅需要。站喺40週年嘅圖片展面前，翻開紀念特刊，我哋見到好多人因為好多人嘅實際行動同埋支持，無數有需要嘅個人同埋群體得到幫助。與其話係幫助，我更加願意稱之為同行。點解呢？因為唔係因為我哋有能力去幫助人啊，認為上帝賜下機會啊，俾我哋有機會同人同行，並且喺同行過程當中經歷佢豐盛嘅供應，唔係我哋得，係上帝得啊！展望未來，我哋而家有嘅8大專項同埋關懷弱勢機制，將會繼續向前推進，向內深耕，用以為愛基金啦，同埋以 SEN 同行計劃為例啦。為愛基金呢，唔單單係提供一次性嘅短期嘅一個應急支援，更加盼望能夠連結堂會同埋事工，從心靈嘅層面同急難嘅家庭持續同行。而 SEN 同行計劃呢，我哋整合為5大方向，有早療計劃啦，有資助補習嘅費用，有 SEN 青年嘅就業支援，有家庭嘅關懷支援，有小夥伴計劃、社會共融嘅活動。面對呢啲需要呢，我哋盼望從基督信仰和好嘅價值觀出發，嘗試進一步推動以愛同行同埋社會嘅共融。我謹代表愛心工程誠邀有心嘅教會啦、事工弟兄姊妹、朋友們、家長們積極嘅禱告同埋考慮，唔好驚溝通，唔好驚磨合，甚至係衝突、困難、挑戰，我哋要一齊嘗試同埋投入。因為我相信看見需要就要行動。過去我哋見證經歷，將來我哋必定大大經歷見證。我哋嘅目標就係切實同社會有需要嘅弱勢群體同行，經歷同埋見證上帝佢對佢哋嘅看顧同埋供應。因為唔係我哋有能力去同行，而係上帝俾我哋機會同行。因為付出嘅同收取嘅都必定經歷上帝嘅祝福同埋生命嘅成長。羅馬書12章16節咁講，佢話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氣高大，倒要扶就卑微嘅人，不要自以為聰明。而使徒行傳20章35節又講到，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哋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嘅人，又當紀念主耶穌嘅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盼望我哋嘅未來係更加多經歷神自嘅親自嘅帶領，同埋讓我哋看見我哋去幫助，好似係幫助其他人嘅時候，其實係我哋自己去經歷上帝嘅偉大奇妙，我哋自己成為嗰個被關顧嘅人。我最近去咗一次福建愛心之旅，喺當中我哋好讚嘆，有姊妹佢講到話，佢哋真係我哋嘅老師。我哋唔好以為我哋可以做好多嘢，唔係啊，係我哋去同人同行嘅過程入邊，我哋發現我哋嘅生命需要被陶造。願主常與我哋同在，讓我哋見證佢更偉大奇妙嘅作為喺前面，為我哋去預備。願意我哋一齊都去參與去見證。感謝主。多謝施新恩傳道，請就座。愛心工程咧，除咗原有嘅助學、建校同埋扶貧工作之外咧，亦都由2021年開始咧，咁穩定嘅將一啲嘅慈惠嘅項目咧歸類為8大專項基金嘅。咁佢哋分別就係助學項目、醫療項目、食物銀行、長者之家、廣西項目、雲南項目、香港牧愛基金、澳門為愛基金。而今次咧，我哋為咗能夠增加我哋呢個慶典嘅氣氛啊，我哋咧亦都會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儀式嘅。咁稍後咧，我會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咧，以玉波嚟到台前嘅。我見到呢一個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呢個氣球花蛋糕。OK， 好，咁我哋稍後咧，我會宣布我哋會邀請我哋嘉賓嚟到呢一度咧，有一個簡單儀式嚇。咁首先有請嘅咧，會係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區牧及愛心工程主席藍忠廣牧師，有請。仲有香港福音自傳會董事會主席陳劍光牧師，有請。香港福音自傳會處理總幹事陳友良長老，有請。愛心工程總幹事施珍珍傳道，有請。愛心工程專項基金負責同工澳門教會代表侯爾斌牧師，
有請愛心工程專項基金負責同工香港教會代表陳淑娟牧師。好，咁下邊咧就會係我哋嘅禮儀小姐咧已經會將一啲嘅影咗相先，好影下先，係啦。我哋都習慣嘅，基本上一有呢啲禮儀儀式咧，我哋當然要影個合照先啦，係嘛？咁稍後咧，我哋嘅禮儀小姐咧，亦都會將一啲嘅花束咧嚟到遞俾我哋嘅幾位主禮嘉賓去進行呢個儀式。稍後咧，當我數1、2、3之後咧，我哋就會將呢啲小花咧嚟到插到去呢一個40週年氣球蛋糕上面，寓意我哋嘅愛心咧可以繼續綻放嘅。你一定喺度揾緊點樣去處理佢啦？係啊，有啲嘢係唔簡單㗎，不過點都簡單過我哋愛心工程呢40年嘅，係咪？你一定得嘅。好 ，OK， 咁我數1、2、3，我哋一齊嚟數1、2、3啦，好唔好啊？嚟準備1、2、3，好。好，我哋一齊望一望鏡頭，有請咁多位主禮嘉賓望一望鏡頭，嚟一個重要時間，好重要嘅合照。好，唔該晒咁多位，請咁多位嘉賓就座，請。好啦。咁咧，其實我哋愛心工程咧喺過去咁多年咧，我哋一路咧都係得到好多唔同嘅機構團體啦，佢哋去支持我哋。咁所以咧，為咗表示心意咧，亦都藉住今日呢個慶典咧，嚟到以一個感謝座啦嚟到表達我哋對佢哋嘅感恩。而家我哋亦都會有請施新真傳道咧作為代表咧，去代表愛心工程致送呢一個紀念嘅一個感謝座嘅。好，咁下邊咧，我哋首先會有請福音自傳會嘅陳友良長老咧作為代表去接受我哋呢一個紀念嘅獎狀嘛。唔該你，好，唔該晒，有請陳長老能夠就座啦。咁下邊咧，我哋有請中國銀行澳門高士德分行中心行陳曉強行長嚟到作為代表去接受我哋一個感謝座嘅，多謝你。黃曉行長，係黃行長你好。宣道柔道會理事長高卓山弟兄作為代表去接受呢一個嘅感謝座嘅。好，唔該晒兩位，請就座。我哋亦都好開心咧，我哋會有 Tune Music Studio 嘅團隊咧，為愛心工程咧創作咗呢個主題歌曲《以愛同行》嘅。咁下邊咧會由 Tune Music Studio 元南秀恩姊妹咧會為大家演繹獻唱嘅。咁下面嘅時間呢，就會交俾藍秀恩姊妹為我哋帶嚟呢首咁有意思嘅一首詩歌，好嗎？唔該你。荒原埋在落下，晨曦迎着光，微风拂过晚霞，看是否也能开出花，脚步不停下，脚印踏成片片诗章，传递着温暖，唱着希望，回荡在心房，携手去点去照亮每一扇心窗，带着爱来到身旁，去拥抱希望，如黑夜的亮光，向前去浇灌吧，去流淌每一处干旱，这路途山高水长，却坚定方向，同心去照亮。坚强与光芒，岁月斑驳时光，心记着温暖的方向，手中的火把
去照亮每一扇心窗，带着爱来到身旁，去拥抱希望，如黑夜的亮光，向前去浇灌吧，去流淌每一处干旱，这路途山高水长，却坚定方向，同心去照亮。We walk in love。用心去聆听吧，去听见心灵的孤单。城市里谈笑繁华，却多少呼喊，听深处的渴望。用爱去触摸吧，去抚摸颤抖和不安。当你我收复所有残缺的过往，让心以爱重生。We walk in love。唔該晒藍秀欣姊妹，仲有 Two Music Studio 嘅團隊，多謝晒你哋，非常之有意思嘅一首詩歌。希望咧我哋亦都咧真係將呢首詩歌嘅一個意思能夠擺喺我哋心裏邊，亦都好似頭先陳牧師所講到嘅，我哋真係無論係言語上面嘅宣講，我哋用行動上面去實踐，去見證上帝嘅恩典同埋上帝嘅愛，好嗎？好，下邊呢個時間咧，哇嚟啦！我哋今日嘅儀式咧嚟到尾聲咯喎，咁下邊咧就係大合照嘅時間。我想有請我右手邊嘅頂節目咧，盡量靠中間坐，而我左手邊嘅頂節目都係盡量靠呢邊中間坐，好嘛？咁然後咧，我哋嘅攝影師哥哥阿強哥咧，就會為我哋做呢一個合照嘅。講個秘密俾大家知道，其實我識咗強哥好耐啦。我點樣識佢嘅咧？當年我參加愛心工程，然後我就喺愛心工程嗰度認識強哥嘅，好感恩嘅一件事啊！我哋今日再一次咁樣合作。好，咁我哋有請咁多位咧，係啦，向中間靠攏咯喎，係向中間靠攏。好，見唔見到強哥啊？好，準備，一、二、三，係笑，耶！好，唔該晒咁多位，亦都唔該晒強哥，唔該晒。好，嚟到我哋愛同行40年感恩慶典嘅最尾聲嘅時候咧，咁再一次咧喺呢一度咧嚟到去多謝大家嘅嚟臨嘅。咁大家咧唔使急住走嘅，喺離開呢個禮堂之後咧，我哋下邊地下嘅地方咧，我哋會有一啲嘅圖片展覽啦，亦都會有啲攤位係義賣嘅攤位嚟嘅。咁亦都會讓大家可以影相打卡啦。我哋有禱告角嘅，大家可以喺嗰度咧又祈禱。我哋有圍爐品茶啦、茶點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唔使太急住走，喺下邊咧去有一個分享嘅一個嘅時間嘅。咁同時咧我哋亦都用咗1年嘅時間咧去預備去製作咗一本咧40週年嘅紀念特刊嘅。咁大家走嘅時候咧，可以攞一本翻屋企睇，去紀念咧佢裏邊記錄咗過去嘅呢啲愛心工程裏邊嘅工作同埋恩典咧。咁亦都請各位拎住佢嘅時候，持續繼續為愛心工程嘅事工咧去禱告同埋支持嘅。咁同時啊，喺2026年愛心動起來步行籌款暨慈善嘉年華嘅招募攤位咧，同埋義工咧，亦都開始啦。咁請大家咧嚟到留意我哋愛心工程嘅 Facebook 專頁裏邊咧，會有更加詳盡嘅消息。希望咧能夠大家身體力行參與喺我哋愛心工程裏邊。好啦，最後再一次多謝今日出席嘅咁多位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咁啊，亦都多謝我哋嚟自香港嘅嘉賓同埋我哋嘅牧者同工們，多謝你哋。好啦，多謝晒你哋嘅參與、你哋嘅支持同埋你哋嘅奉獻，多謝晒。咁最後亦都會多謝台前幕後為咗呢個慶典咧付出咗好多辛勞嘅弟兄姊妹，多謝你哋。好，愛同行40年感恩慶典，我宣布禮成，願上帝祝福咁多位，多謝大家。